大家好，我係4A 班嘅邱寶璇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我嘅發明品，佢就係太陽能自動澆水系統。因為我準備去旅行，怕植物冇人照顧，所以就發明咗呢個系統嚟自動淋水。佢可以幫一啲去旅行或者成日唔記得淋水嘅人。佢用咗膠管、泵水摩打、太陽能板同埋木板嚟整成。佢嘅功能係只要有太陽、泥土乾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動幫植物補充水分，好方便㗎。吸水泵嘅主要原理係利用離心力同埋大氣壓力，喺泵殼內形成負壓區，令水進入泵內並輸送到指定位置。太陽能板嘅原理係利用半導體嘅光電效應，將太陽光能直接轉換為直流電。當光子照射到半導體材料時，會激發其原子中嘅電子，進而形成電流。呢個系統既環保又方便。今日我介紹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聽我講，拜拜。